弟弟，我让你干什么了？睡觉去了，开玩笑。还不知道吗？那没人要怎么结婚？哎，你们怎么样？怎么的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少废话，颠火去！这上面没有弄牙签吗？这不行。让我弄吧。好吧。就是这样弄的，这本来就是这样。来，小心。哎呀，我有时着急啊。蹲多久？那我们进去。
哇，感觉特别好吃，走进去吃。好。